女人唔好輕易收窮男人啲錢嚇，你收咗之後絕對唔會有好結果嘅嚇。輕則佢就糾纏你、詆毀你，叫你將啲錢嘔翻出嚟俾翻佢。嚴重起上嚟咧，你可能連命仔都冇，佢將你沖落下水道嚇。因為窮男人佢本身就得雞碎咁多錢，呢啲錢係佢身家性命嚟嘅。佢將啲錢俾咗你，壓喺你身上，倒喺你身上，佢係指意你有回報嘅。我舉個例子，譬如一個男人有錢嘅，佢拎住100萬過去澳門，佢可能淨係諗住將100萬去娛樂下，純粹係娛樂開心下，輸咗就輸咗啦。但係如果一個窮男人，佢拎住10萬蚊過澳門，佢係諗住用呢10萬蚊用嚟翻身嘅。咁佢就算輸咗，佢輸俾何鴻燊，咁佢攞唔翻啦。但係如果呢個男人使咗10萬喺你身上，咁你一個女人仔，佢諗下辦法，總係拎得翻嘅嚇。最後你都係要嘔翻出嚟俾佢。所以女人唔好因為而家經濟下行啊，自己有少少阻滯咁樣就立亂去收啲窮男人嘅錢啊，冇收嘅。因為你要明白，有好多窮男人，佢為咗溝你，為咗得到你，佢使喺你身上啲錢啊，好大機會係碌信用卡碌出嚟嘅，甚至係問朋友借翻嚟嘅。你一旦收咗佢啲錢，你就冇辦法甩身噶啦。除非你係諗住跟佢成世，如果你跟佢成世嘅話，你都要同佢一齊還債。如果唔係嘅，你諗住咁我就收咗佢啲錢，我就同佢拍拖，拍1-2個月、2-3個月，到時發現唔對路啦，冇錢啦，到時再提分手咯。到時想甩身冇咁易啊！你要提分手，個男人就脫口而出一句説話：咁你將我啲錢退翻俾我，還翻俾我，還翻俾我就分手，唔還嘅話我就搞你，我就去糾纏你。你最後都係要嘔翻俾佢。你唔好諗住唔還啊，唔好諗住同個男人鬥狠啊，因為你要知道呢啲咁嘅男人一旦飲翻2杯8+1啊，佢興起上嚟，或者佢身邊嗰啲兄弟啊激將法激佢2擊啊，跟住狗急跳牆極端起身，真係你命都冇啊，一啲都唔誇張啊！所以女人就千祈唔能夠立亂去收窮男人啲錢啊，窮男人啲錢送我都唔要。